明仔载开始禁止旅客到台湾转机。这对旅客来讲，若是无法度为台湾转机，就要开搁较侪钱来买直航的机票。都有真侪外国人赶伫今仔日最后一天过境台湾来转机，大部分拢是为欧美来的，要转到中国。另外，国公客运嘛来证实，这个月底桃园机场的线路就要停驶咯，因为即摆逐天的载客量拢无超过10个，实在是挡袂掉咯。对台湾转机嘛，赶时间早烧少，因为20时开始，台湾就要全面禁止转机旅客入境。运气挺好的，会很不方便，因为现在国际很多地方都不让中国护照的人转机了。首先，这个机票没有那么贵，机票没有那么难抢，对，差不多就是这个，而且也不用等太多时间这个转机。长时间搭机的旅客全副武装，隔离衣、护目镜，因就有出烟，甚至连防毒的面具拢出动。因大部分拢是对欧美来台湾转机，准备要登去中国。根据桃机统计资料显示，以3月23来看，出入境的人次是3486个人，但是转机过境的女侪有4546个，足加1000多人。为了全面防止漏洞，疫情指挥中心才决定停止转机旅客过境台湾2礼拜。如果没有人搭车，还要开吗？还是要开啊。桃园机场旅客减少真济，国公客运表示3月底进前一定会停驶桃园机场的路线。政府的政策是用最大的弹性来让我们业者来提出申请，最慢应该是在3月底以前。客运业者真无奈，表示讲，即摆运量会当讲是拍伫涂骹，机场每天载客人数只剩个位数，司机拢等无乘客来，时间一到，也是得爱空车出动。希望疫情过了后，旅客会当慢慢回流。